佮来看顶礼拜桃园中立的中正市场有一搭咧卖法国香的蛋爆发食物中毒，目前已经有489个人通报。目前有7件人体检体、3件食品检体拢验出沙门氏菌。因应这么大的食安争议，食药署最近嘛要开始稽查越国料理的餐厅，嘛针对沙门氏菌来抽验，加强食品的卫生安全。桃园中立中正市场有名的越南法国面包业者传出集体食物中毒的案件，根据食药署所掌握的资料，到初八已经有489人通报出现发烧、会胃、会吐、落屎情形。至今嘛已经有7件人体检体，也有3件食品验出沙门氏杆菌。因为面包内面的两人症是这边中毒的原因之一。它高危险的这个食材自制的沙拉酱。OK， 这一次的蛋黄酱其实就是最高的风险。制作这种蛋黄酱或是沙拉酱的时候，我们务必要请业者最好用有灭菌的液蛋。那至少如果他自己用蛋去打的话，用洗选蛋。食药署讲，沙门氏杆菌伫咧自然界分布真多，若是食品业者无做好食品卫生安全的观念，就可能经过水源、环境、病媒，抑个感染者的排泄物来传播。因若沙门氏杆菌高风险的食品，包括家己做的美乃滋、沙拉酱、提拉米苏，一寡无过煮过处理的食品，食品中毒拢是来自交叉感染。所以手爱洗好清气，青的甲湿的物件爱分开。鸡在下蛋的过程里面，这个蛋可能就会沾上一些包括粪便。那么如果不是洗选的部分，有可能上面就会有这个沙门氏杆菌。第二个部分可能来自于病媒，是因为沙门氏杆菌所引起的食品中毒，它所需要的这个细菌量不需要很多。食药署提醒讲，若是感染沙门氏杆菌，发病的潜伏期差不多6到72点钟久，主要症状会胃、吐、腹肚痛、落屎、发烧、甲头痛，将会继续4天到7天。幼儿仔甲老大人，抑个免疫力较歹的人，一般症状较严重，容易因为困血症引起其他严重的并发症。自即马开始，也会启动一个料理餐厅稽查专案，同时继续执行14项相关稽查案件。同时规划沙门氏杆菌等微生物的卫生标准抽验，加强高风险食品的卫生安全。记者综合报道。